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喙挂双指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能言善辩，话正够讲。不过同时嘛有好言巧语，一支喙好累累，言而无信的意思。提起乡亲，你若拄到这款人爱细字，尤其是若想要投资做生意，更加谨慎。像2020年，新加坡卫调公司甲中钢集团伫台湾成立分公司，骗讲已经买澳洲一个岛，要打造成为观光胜地，骗人去投资，非法吸收资金300-8千万，有300多人被骗。类似这款案例真多，这一定要谨慎。讲到口才，先入专家讲，最慢做的人真巧，真爱创新，而且口才真好。相对做的人，伊的反应口才拢是一流的，若有问题请伊去讲，一般拢会当解决。摩羯座的人，伊用行动配合口才，伊无达到目标，伊袂遐简单就放弃。今日这讲俗语是一喙挂双指。